成日睇財經新聞嘅朋友們呢，我想話俾你知，其實財經新聞或者國際新聞，從來都係你投資上邊失誤嘅一個騙局嚟嘅，可以咁講。點解我成日都話新聞係騙局呢？如果我教你炒股呢，係絕對唔需要睇新聞嘅。嗱，我哋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啊，今年最大嘅新聞係乜嘢啊？一定係伊朗打仗咯，同意嗎？咁但係你要諗下伊朗打仗成個時間線先嗱，我俾大家睇一睇。伊朗開始做談判嘅時候，分別係2月頭、2月中去到2月27號作為第三次談判。但係28號開火之前，不如我哋睇一睇騰訊呢隻股票嘅圖啊！嗱，點解揀騰訊呢？好簡單啫，因為騰訊係一隻喺恒生指數或者香港入邊比較重磅嘅股份，咁所以作為一個參考，你睇恒生指數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啫。咁我哋睇翻騰訊嘅股價喎，或者睇下佢嘅技術走勢圖。嗱，睇翻幅圖，上年10月、11月咧，其實已經有明顯見頂信號，10天線穿翻20天線，20天線再穿50天線。其實喺上年嘅11月尾咧，我哋亦都好明顯睇到喺未來一段時間入邊，騰訊應該係會見頂回落嘅。咁但係你話哇，好遠喎，阿 Rick Sir 講緊11月，我哋睇幅近啲嘅圖啊。我哋睇翻今年1月份，我哋睇翻騰訊嘅走勢。你喺呢幅圖我拎出嚟嘅，你見到其實喺1月中嘅時候，嗱，伊朗都未去到2月6號作為第一次和平談判。1月中市場已經有明顯沽出信號，又係10天穿20天。我哋睇翻下邊呢幅圖，最下邊 MACD 其實喺嗰個50嘅水平係完全上唔到嚟，然之後就好明顯係會有一個急跌嘅趨勢已經形成咗。咁但係成件事係未和談，未知道打仗，但係已經知道騰訊呢隻股票係會跌㗎啦。咁所以你話新聞某程度上係咪一個騙局啊？其實喺啲莊家或者啲大鱷喺佢哋成個部署或者背後佢哋得到嘅資訊，你估係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可以預知到2月尾會開火咩？喺1月份嘅時候，伊朗。但係股市已經好誠實地，圖表已經好誠實地話咗俾你知，其實1月中開始一定係沽騰訊，一定係跌，或者你唔沽佢啊，可能你揸住啲股票其實應該要放㗎啦。咁但係啲人成日仲睇新聞，去到伊朗真係話停火啦，暫時停火，暫時霍爾木茲海峽唔封閉嘅時候，你睇下發生咩事，反而個個以為會急升個市，嗰日都係跌嘅。咁所以我唔係話叫大家同個新聞去反向投資，唔係，有時都要正向嘅。咁但係啊 Rick Sir 教你嘅投資角度嚟講呢，圖表其實已經反映咗好多嘢㗎啦。圖表已經反映咗大戶偷步，圖表已經反映咗其實呢件事係將會發生，無論當時係打仗又好啦，原油危機又好啦，AI 控制人類，爆煲又好啦，總之總會有原因嚟符合呢個應該要跌嘅股市。所以究竟係新聞導致股市，定係啲新聞係大戶嘅工具，令到散戶聽好多錯誤嘅消息呢？呢個你自己諗諗啦。我教你嘅係做投資，你想賺大錢，跟我嗰套就 OK 㗎啦，係唔使聽新聞，慳翻你啲時間。因為我哋做投資嘅係點啊？都係公餘時間忙完嘢睇下去投資啫，而並不是我日日做全職炒家，由朝睇新聞睇到夜晚美國睇埋嗰啲新聞，聽日先知道炒啲乜嘢㗎嘛。根本係唔需要，新聞就係最大嘅騙局。